乡亲继续来看咱国内治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有新的进展。本土开发的中药清冠1号实验发现，对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有真好的效果。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已经进一步调整药方，要来开发到清冠2号，予重症甲危重症来使用。5到8月呢，疫情爆发以来呢，其实有蛮多的重症的病患。那我们也用了，就是做一些处方的改良，那也给了这个清冠2号。那目前看起来，清冠2号呢，对于呢这个所谓的重症的死亡的比例呢，可以下降1半。研究发现，清冠1号对变种病毒的效果真好，嘛因为安尼。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即卖已经精简药方，调配到清冠2号，要予重症甲危重症的患者来使用。不过，这个清冠2号组成的材料，目前也无方便来公开。